面對咁多嘅筆電選擇，學生仔真係好容易感到好困惑，唔知點揀好。其實揀錯咗筆電，真係會影響到學習效率同埋日常生活，對成個學習過程嚟講都可以話係一個障礙。所以呢，852 Saber 指南專門為大家準備咗一個超實用嘅推介，幫你精選出2025年10大學生必備嘅筆電，絕對係各方面都適合學生仔嘅需求。無論你係用嚟做學習用途，定係娛樂放鬆，甚至平時日常使用，呢份指南都幫你詳細分析每一款筆電嘅優勢同埋適合嘅場合，咁你就可以更加容易去揾到最啱自己嘅選擇。就算你係文科生定係理科生，絕對都會有一部啱晒你需要嘅筆電。揾到一部適合自己嘅筆電，唔單止可以幫你提升學習效率，仲可以減少好多用電腦嘅煩惱，令到學習同生活都變得更加簡單同方便。無論係課堂上做筆記、完成作業，定係追翻啲考試資料，甚至你想輕鬆下睇下戲、聽下歌，多媒體娛樂都可以應付得到。所以而家就去睇下852 Saber 嘅指南，俾自己一個機會揾到你嘅理想筆電。選擇合適嘅筆電，唔單止係一個工具，仲係你學習路上嘅最佳夥伴。